有屁到冇？冻熊呢？亚洲时间吼，听说迄个会个阿伯啊，伊伫个煮饭呐，上了煮嘛个东西脾气就暗凶暗好色啦。伊伫个煮咖喱啦，亚洲时间都会水呀，给亚下煮咖喱，咩调色上爱色嘿。最近同学去同佢讨一碗饭，讲阿爸你做得不爱一碗饭什么？冇啦，不过去到去煮咖喱啊，眼就同学来去甲注意下，不过去甲煮咖喱都麻烦，因为佢要紧煲、紧煮、紧拿个青菜都会煮半点钟、1点钟，人哪有按到时间好煮饭啊？我等下还会讲面啊，还会打电话给我好朋友讲话啊，还我还会看电视剧，更有按到事情要做。鼓手我就想到一类好，短短的时间就做得来做咖喱饭的方法，就是来用微波炉，还我还有加阿舅们爱吃家嘅小药2道地度哦，用好了可能要准备按到嘛嘅材料。一般啊，人煮咖喱的时节啦，係唔係會用銀針啊，還個會用馬鈴薯，唔過好呀兩項食材都愛煮當久，還個像馬鈴薯啊，也有係澱粉。等下食咖喱飯的時節又愛放澱粉，故所按嚟會太飽，對我乾皮嘅人嚟講，按樣唔適合。故所吼，像用呀紅蘿蔔嚟就好，還個食材盡量留佢切下細地會按嚟用微波佢將天炒會熟哦。好，一下就來處理食材。第二來處理嘅係人哋花菜，其實呀花菜呀，幾件攞佢洗好，還個剝細細類嘅。唔過吼，有時時就會有按樣嘅皮呀，我就會留多嘅按樣小塊嘅，割一啲嚟落去，還個剝開。好，又咪咁樣，割一啲嚟落去，剝開，按你攞佢洗剔，有冇？留夾後背嘅皮，攞佢洗剔。像按樣，唔過迄個人嘅花菜呀，唔會當老嘅花，就唔是做一件事情，就出只薄薄啊，細細類就做得拿來食咧。好，韓國生下來呢，就會來切人嘅銀針，跟銀針要記得要切下細啲啲位，冇等下會煮當久，要微波當久，咁會熟哦。故所人攞佢切細細啲嘅，好。切呀，細細嘅，細細一塊一塊嘅正方形。好，按樣就做得來，不用等。接下來係人哋包小筍，包小筍就攞佢對半切就錯嘅。其實也好，唔是當熟就做得食嘅東西。青菜切，唔是切咩做得。好，攞佢切好。好，按樣青菜全部就種好嘅，就攞佢種到太溫地度。用落去，韓國人嘅花菜全部攞佢放落去。各位呢，我來加少水，然後就留少水，我加到甜過食材哦。因為一下用少水嘅話，好，等下微波就唔是微波按久，攞佢加到留食材甜過去。好。各位以後，人就做得來加鹽哦，因為野菜呀，其實有一絲絲嘅鹽，其實唔會黃到眼夾，故所做得來加鹽。好，按樣就可以撈佢，搖啦，按樣就做得拿到微波爐底度去微波了。我記得用個嘢攞佢攪起來，還個用下高溫，請高溫攞佢來微波2分鐘到3分鐘。好，繼續再來哈，我來處理其他嘅肉類哈，肉類等下咪用我來微波，唔講用落去微波嘅時間啦，還會加其他嘅調味，比如講像係蒜泥啊，還個蔥頭，然後蒜泥就攞佢切到幼。好，來切蒜頭，看你自家愛切菜切細就做得，反正就係攞佢切下幼的位就做得咧。各位係蔥頭咁樣攞佢切啦，咁樣攞佢切細細啲嘅。
好，呀哈，先捞碗拿出来。呀碗呐，因为捞呀的调味的东西全部都得落去。好，放落去。韩国吼，因为俺等下要用米包的，故上也个咖喱呀，做唔得像安样哦，做唔得像安样规个就捞去搭落去哦。安尼叫米包当久都唔会散，故上做得捞去切下细啲条诶，捞去切啦。好，切到细细啲，捞去散呢，放落去。韩国肉。用做得看买进来按到，看你自己爱食几多量，像阿舅妹爱差唔多按呢就来。剩呢就做得捞去包起来，变到冷冻库落去。剩下来啊，有啲人讲啊，就几件变个咖喱块，做乜嘅好嘅变个咖喱粉，其实要两种米是系完全冇共用嘅哦。因为一般像个咖喱块加食起来嘅米是又较甜的喂，唔过呀咖喱粉加个香料嘅米是就较重，故上爱加咖喱粉落去。好，咖喱粉加落去过后，就做得继续来加토마토酱，好食有一些些甜甜，还个果子味嘅咖喱，故上爱来加一些咧토마토酱，捞去搅搅啊。好，搅搅啊，含做得加一些咧，爱加一些咧水。韩国因为爱好食糊糊的，个种糊糊的咖喱油冇，故说爱个水唔可以加太多，差唔多50到100cc，按样个水量，按样就有啦诶。好，个按先去来捞底部的青菜拿出来，韩国也放落去。调用好，高温捞起米包2分钟。好，一下就等肉好诶，等下就做得继续来做俺的咖喱了。我嘅饭已经准备好诶，我嘅青菜咩米包好诶，我记得咯，用我嘅米包炉米包青菜嘅时间3分钟，3分钟半次来米包，我看nhà屋卡嘅米包炉嘅功力有其他，像我嘅可能米包100就做得米包熟嘅，你自家咩做得吃，可能nhà屋卡嘅米包炉哦，菜米包好以后就做得捞起夹到我嘅盘内度好，韩国好因为有啲人啊想要摆到酱酱嘅按样嘅饭呢，我嘅菜就做得变下顺风的喂，像安尼捞起变上去，韩国黑包熟顺，用得，韩国一丝嘞，落配嘞，人参捞起变落去，好。其实吼，我吃到咖喱呀，系一类多神奇的一项食材。样板讲吼，其实呀咖喱加个花啲印度讲呀泰米尔花吼，佢本来系酱的意思，酱很多咖喱，韩国英国人去到就变做 curry。故说一般来讲，其实呀本来嘅意思，酱吼系啲嘅讲吼，有香料调出来嘅东西呀就很多咖喱。唔过下后就本人喊做咖喱呀种东西。就系呀黄黄的按样嘅酱嘅，韩国呀咖喱啲当多种蔬菜都有无同样嘅食法，比如讲有日本食的呀、泰国食的呀、印度食的呀、印尼食的呀，大家蔬菜都无同样。睇下啲日本食的系乜嘅味道冇？日本食咧啊，其实食起来会有一些咧甜甜，像果子啊、菱角按样嘅香味。韩国、泰国咧，泰国人嘅咖喱咩当有名哦，有乜嘅红咖喱、黄咖喱、香咖喱，也条地度啊，可能咩要会加也条鱼露啊，韩国会加椰奶也条，韩国印度食咧咖喱啊，嘅香料味就会非常嘅重。冇听说睇下咩做得来上一下哦，客家人咩做得来创造一咧可能客家版本咧。咖喱有冇？好，要找时间哦。其实米包卤地度的咖喱没几件好了，给去老给拿出来。好，来哦。
韩国好呀咖喱啊，面包嘅长度咪做到看你个人，韩国你水加多加少嘅长度，像我阿舅妹啊，我较好食一样高高嘅咖喱，故上我就唔会加按多嘅水，我加差唔多加冇到100cc 按样嘅水量，你做得试下看看，那你想爱加几多就做得加几多，一个人知道按样太高嘅话，呀下再个加水咪去做得哦。一下煮了咖喱，放到呢盘的肚方，放上去，哇！好，按样我嘅咖喱饭就完成了。你看，我就按你面包炉叮啊叮诶，咁样咩做得完成我嘅咖喱饭？韩国前面这个提倡大家，啲嘅做咖喱饭用面包嘅时间，听说爱来半次面包也真运动重要诶。阿舅们爱去生我嘅鹌鹑嘞，耶耶耶耶耶！哇，还香哦！你呐，要这时间来，嘿，我嘅煮饭太香诶，系冇？我想来，系冇？不过应该冇可能啊！啊，好，我等下就去拿防水本啦，好，哎呀，嘿，我嘅房东啦，我天边台我拿防水本去嘅啦，冇事情，我等下就走的来拿防水本去，然后我来睡觉了，拜拜。